領刀海賊王。屋主係日本漫畫《海賊王》One Piece 超級 fans， 儲咗大量手辦公仔。設計師特登喺玄關做咗個大飾櫃，屋主冇錯過任何地方展示佢嘅收藏。廚房出面嘅牆都做咗磁石板喺度，淨係玄關嘅飾櫃又點夠擺呢？飯廳做埋大櫃至得。屋主嘅收藏品，相信好多讀者都羨慕。梳化都放咗佢嘅 cushion。咁呢度咧，我哋就本身係一個儲物室嚟嘅，咁我哋就拆咗埲牆，咁做側邊咧就做咗一個儲物櫃，然後外邊就做翻一個開放式嘅趟門，咁就去區分翻本身飯廳同埋儲物房，而家變咗琴室嘅呢一個空間。原本飯廳闊過客廳，而家用個白色櫃修正間隔。客房拆咗牆，做咗書櫃喺出面。書嘅類型有好多，有漫畫、足球小將，亦有9把刀嘅小說《那些年》。客房以白色做主調，夠光猛，做埋地台儲物添啊！單位實用率70%幾，原則套房打通埋隔離房就見使好多。升高地台，大床就可以用盡窗台位。地台儲物最慳位，而家做夠2層地台添。寢區呢邊有衣櫃粒位，梗係要用盡佢啦。工作間呢邊一樣有個大櫃，入面放落燙衫板噶。工作間有盞天花燈，好似花形，可以移動改變光源方向。設計師好貼心，寢區浴室出面嘅走廊都做咗層架擺手辦公仔。